近來 Viu 嘅新劇《弊傢伙，我要去忽魔》圓滿結局啊！想喺度講聲恭喜先，好佩服導演同埋咁嘅資源都可以拍到20集嘅毅力。呢套劇令我諗起2018年我都做過一件咁瘋狂嘅作品，亦都係我一個遺憾嚟嘅。一間大家都好熟悉嘅傳媒機構曾經揾我拍過一個5集嘅短劇，而我當時用咗大約3萬蚊一集嘅成本完成咗一套特攝片，呢套就係《神骸軀形》。呢套短劇講嘅係2000年香港發現到一隻不明生命體嘅化石，化石意外釋放病毒，令到呢個地方無限期封禁。到咗25年，呢個地方已經成為一個無法無天嘅自治區域，而主角阿京就係第一批喺呢個地方出世嘅新一代。阿京一直喺呢個地方過住野狗式嘅生活，直到一次意外得到化石嘅一部分之後，竟然可以得到生命體嘅能力，變身成為神骸軀形。就係咁，佢同一個叫 Ava 嘅神秘女子一齊捲入組織嘅追殺入邊。呢套劇有 Manson 張俊橋、Elma 郭以君，仲有柳爺柳俊江。冇錯啊，當年現實係仲未有雨傘同埋疫情呢兩樣嘢嘅，但係個故仔可以話係同現實有啲撞橋。呢個亦都係我一直唔公開呢套片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自從大平台執咗之後，呢套片一直冇平台放，直到而家見到大家對動漫元素嘅片種接受程度好似高咗唔少，所以就試下自己擺上網。呢套短劇嘅第一集我會先擺喺自己個頻道，至於之後點樣做就好視乎大家嘅反應，同埋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見我，因為呢套劇係大家用咗驚人嘅心血同埋毅力先可以做到嘅。除咗有幾個畫面我揾朋友幫手之外，成個系列嘅後期製作都係我一個人做晒，加上演員同埋台前幕後嘅努力，終於拍到呢個短劇嘅第一篇章。如果想睇落去嘅話，最重要就係多啲 share 同埋討論下，俾啲意見我呢個系列可以點樣維持發展落去。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多謝。